国际新闻来关心，洛西亚为着要保护乌克兰初期的时，用无人机敢攻击。洛西亚伫7月初8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轰炸，内底嘛包括几乎一间儿童病院嘛，互飞弹去拍到。目前已经知影有造成36个人死亡，而且超过150个人受伤。联合国安理会嘛赶紧调回会议。伫基辅的一间大型儿童病院互飞弹射到，乌克兰官员讲，俄罗斯伫初8发动大规模的空袭，造成重大死伤。急救人员来回进行搜救，初步判断儿童病院内面可能也有囡仔。当局表示，这场攻击是以乌克兰5座城市做目标。乌克兰防空部队甲俄罗斯发射的无共类型38粒飞弹内面的30粒射落，其他是射到公寓甲基础设施。伫基辅中部甲东部分别有2个城市，有50栋建筑物受损，包括媒体、商业中心甲医疗设施。乌克兰讲，即马正急迫需要西方盟国甲因的防空系统升级。Одна з найгірших, ви бачите дитячу лікарню. 前一天吹切，乌克兰伫暗时用无人机攻击2个国家边境附近俄罗斯乌罗涅日地区的一个军火库。俄罗斯讲，正有要用来攻击乌克兰的军火。迄当阵，俄罗斯总统普京讲一定会报复，双方互相攻击。泽连斯基讲要报复，并且去波兰签安全协议。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伫个克里姆林宫接待印度总理莫迪，想要甲邀来伊迄边，而且这也是莫迪伫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后第一遍访问俄罗斯。伊强调，希望甲普京对各方面来看双边的合作，想要做好支持区域和平稳定的角色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。